主后2022年11月27日，沙利教会主日礼拜，咱要做来听读圣经，士师记第10章第1节到第4节。阿比米勒死了后，有以撒家支族的人得到的孙普瓦的囝得拉兴起，解救以色列人，住伫以法莲山区的沙密。伊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，伊死，人甲伊安葬伫沙密。得拉死了后，基列人埃尼兴起，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。伊有30个囝，骑30只驴仔，阁有30座城，拢伫基列地区。这城到今仔日还叫做哈罗德埃尼。以上，弟兄兄姐，大家平安。毋知你是毋是有伫读圣经即款的习惯？捌有人甲我讲，圣经一本遮尔大本，伫当时才读会完。讲即款话的人，一定平时无咧读圣经，也无咧读圣经的习惯甲计划，所以才会讲圣经读袂完即款的话。基督教会鼓励信徒爱读圣经，教会也真看重圣经，因为圣经是记载上帝对咱直接教示甲启示的话。伫宗教改革以前，教会当局并无鼓励甲赞同一般的信徒看圣经、读圣经。当时的圣经主要用拉丁文译本，也只有神职人员才会当看甲读。读的也是拉丁文的圣经，一般信徒无受过拉丁文教育，也听无神职人员到底是咧读甚物。宗教改革运动拍破即款的限制，鼓励甲翻译圣经译本，成做侪种的语言文字的圣经，也鼓励信徒家己爱读圣经、看圣经，直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所以，咱即马会当家己读圣经、看圣经是非常宝贵佮幸福的代志。即款的恩典也是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才有的权利，咱着好好珍惜。圣经分做旧约甲新约，就可比是一栋厝的厝壳甲装潢。厝壳无用，住了袂安稳；装潢无美观甲实用，住了也袂舒适。新约有讲到真侪旧约的典故，咱若无看旧约，就一定毋知啥物是上帝创造、律法甲先知是咧讲啥物。咱若无看新约，咱也毋知影耶稣为虾米是基督弥赛亚，是咱的救主。所以咱的信仰生命若要爱有根基，会当荣光上帝里的人，就是爱好好查考圣经，领受上帝的话语、教示甲启示，遵行上帝的道理去行，才会当蒙恩得福，做主福音真实的见证人。咱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进入士师记，即礼拜咱讲到士师记第10章，其实咱会当看到12章，因为士师耶夫他的故事也会当对士师记的第10章开始讲起。这士师耶夫他出场的时代背景。以色列人伫出埃及结束旷野漂流、定居甘地初期，到王国时代进前的这段历史称作士师的时代。
迄时阵，12支族散居伫约旦河东西岸，只有松散的支族联盟，并无建立统一的国家甲民族，所以因甲境内其他的迦南民族做伙住，年久日深，嘛受因真大的影响，特别伫因的生活习惯甲宗教信仰迦南化非常的严重，也致使上帝大受气，通过侪对敌来苦楚因、压迫因，互因甲醒着爱亲近上帝，离开歹，安尼才会当得到上帝拯救甲赐福。迄时阵，上帝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是扮演民族英雄甲行政治安的地方首领的角色。士师的时代有记名伫士师记的，有大士师6名，小士师6名，总共12名。因为数目12对以色列是一个完整的民族数字，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国处于正混乱的时代，按理讲，士师的数目应该不止12个。业伫士师也有他前后头前有2位小士师德拉、埃尼，伫以后有伊比赞、伊伦阿顿3位小士师。因的技术，因为就是即个非常底阁少，资料有限，所以要做较深入的研究也真困难。等咱伫今仔日大圣看第10章的分段，第一段是伫第19到第20节，遮记载士师德拉、基甸的细仔囝阿比米勒伊的作乱结束了后，有以撒迦支族的人德拉兴起，做士师23冬。伊住伫以法莲山地的沙密，死了后也葬伫遐。圣经并无讲因当时主要的对敌压迫者是倒一个外族，嘛无讲德拉怎样来拯救以色列人的详细经过，总是有提到德拉是普瓦的囝，是多多的孙，可见伊的阿公多多应该也是当时一个地方出名的人才对。第二段是第3节到第5节，记载士师埃尼。士师埃尼的记述比德拉加1节有3节，只有讲到伊是吉的人，无讲伊是啥物人的囝，无讲到伊的老爸，嘛无讲伊怎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敌，只有讲伊做士师22冬。伊在生时有生30个囝，互因徛30只驴仔，管理30座的城。这款的城，检测的只是砖头，也是讲山济，就是有这个悬悬的瞭望台住了那定。后来伊所管辖的地区就叫做哈俄德埃尼。意思就是埃尼的砖头，伊死了后，人甲伊抬伫家门。咱对即个有限的资料看，咱通推测，埃尼是一个有财有势、有管理治理地方能力的一个士师。伊有30个囝，的确也带几若个某，才有才了生遐济囝。只是伊治理家庭的能力检测也袂歹，教子有方，所以伊的囝会当和平徛起。佮逐人也有才调，各自管理一座城。圣经并无对伊的代志有其他负面的评价。
第三段比较较长，是第69、18节，则讲到菲利士人甲阿文人欺压基列人。第六节讲，以色列人搁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去服侍巴力甲阿斯他略，以及叙利亚、西顿、摩押、阿文人甲菲利士人的性命，因去杀上主，无服侍伊。则讲，迄时的以色列人愈来愈过分，也愈来愈毋是款，拜四苦恁当其他民族的神明，哪拜哪济，大大得罪上帝。因为安尼，上帝甲因交互菲利士人甲阿文人修理，其中基列地区的以色列人受害18年，菲利士人住伫地中海沿海的地带。这咱通伫接续史书参孙的故事会讲到。所以菲利士人伫遮大声咱承认过。史书耶弗他主要对付的敌人是阿文人，因借口要收复故土，来扰乱住伫基列的以色列人，总是因无掠这做满足，因也搁过约旦河攻击迦南南部的犹太人、便雅悯人以及中部的以法莲人，可见阿文人危害的范围真阔，用要涵盖当当时大半的以色列人住的所在。以色列人因为安尼叫苦连天，因求救上帝，原体上帝大受气，甲因讲：我无要救恁，恁去哀求恁所敬的神明，看因伫恁患难的时解救恁。毋过，当以色列人悔改、除偶像，搁专心服侍上主的时，上主也不忍心看因一直在受困苦。伫第10章记述的结尾讲，阿文人组织大军部署伫基列，基列的以色列人也占领伫米斯巴，准备要甲因来对决。以色列人因有兵有将，毋过还欠一个总司令来做因的元帅兼指挥官。这为着耶弗他的出场做故事的摆布。咱后一届会阁继续讲。咱通对士师记第10章，咱通学习到什么？第一，人生的纪念文。士师时代的小士师，并毋是因为因是较次要的士师，所以称作小士师，是因为因收录伫圣经的生平记载。只是非常的简短，亲像士师多拉的记述只有2节，士师概念也只有3节。毋过因受尊称是士师，因也留名伫圣经的中间，受人永远好的纪念。因拢是当当时名震天下的英雄豪杰，是不可一世的好汉。伟大的人物，并无比其他的大士师较顺息。无论大士师、小士师，因的事业大小也拢留名永世。这也互咱通想，到底有一日当咱离开世间，咱所留落来是什么款的代志，什么款的名？互人孝念，互人纪念。当然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搁较要紧的，咱的名是毋是有记载留存伫天堂上帝国活命册的内面？第二，世代出英雄。差不多30-40年前，常常听人在批评，台湾的少年人是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代不如一代。总是会认为讲少年人
袂靠直，无啥路用无出脱。毋过，随像后影、杀前影，代代也拢有优秀新诶人，互人欣赏甲学乐。所以咱爱有一个心态，就是看见后一辈有一日因比咱较强、较优秀，也较出脱，即个是咱诶荣光甲欢喜。叔叔爱你伊诶成功，就是伊所生育佮培育诶后一代，伊诶囝拢诚做伊得力助手，会当帮衬伊，佮甲因诶兄弟各自伫你一个床头城坐。伊教囝有方，遮个囝也个个生气。无怪伫伊管理诶区域人叫迄所在是哈尔德爱尼，也就是爱尼诶城庄。当然，这并毋是爱咱效法爱尼带遮尔济诶某生遮济诶囝。圣经尤其是新约是主张一夫一妻诶婚姻制度诶。另外，士师记也经常写着某人死了后，上帝兴起某人做士师。这意思也就是讲，上帝是历史甲世界诶主。咱毋免烦恼讲啥物人伫伊死了后，也是讲伫落台了后，世界会变成做啥物款？天毋知会放落去抑未？其实，整个诶世界并毋是咧讲非啥物人不可，也是无咱袂使的。上帝伫无共款诶时代、无共款诶所在，上帝兴起无共款诶人来诚做伊所使用诶人。较要紧诶是，人受上帝拣选，要怎样回应上帝？完成上帝所交付诶使命，即个是搁较重要诶。第三，悔改是复兴唯一诶通道。悔改是复兴唯一诶通路。因也就是以色列人将因中间诶外邦神明除去，只有服侍上主。上主对以色列人诶困苦真不忍心。以色列人是上帝特别拣选、拯救，也要诚做万国万民诶祝福。总是以色列人伫士师诶时代，真紧就去杀上帝，击败济济外邦诶神明，大大得罪上帝。这也惹上帝大大诶受气，甲因交互迦南诶原住民，也是邻近国家民族受因诶苦楚压迫。这目的毋是要毁灭因，反倒等是要透过管教诶方式来唤醒因，着悔改，重新得到属灵诶复兴，甲上帝恩典诶祝福。真该知，以色列人也即时醒悟悔改。上帝也不忍心看因继续受苦，就选调士师来帮助因，叫因脱出对敌压迫的艰苦。当咱若落入伫上帝管教的时，咱若有即款的察觉，也着爱即时悔改，寻求上帝赦罪甲怜悯。安尼，咱才会当得到新的生命、新的复兴，也才会当行伫主所欢喜人生的道路。愿咱伫有限的人生，会晓得听主上帝，因为上帝的慈爱甲恩惠来回报上帝听，也听人亲像家己，亲像上帝用伊完全的听来听咱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，伫阮有限的人生的中间，主你愿意使用阮，总是阮也着爱好好来省察阮本身是毋是凡事有合主你所欢喜，
有诚做主你所欢喜的儿女，也互阮会晓伫回报上帝你的听，伫上帝你所爱阮做的人生逐项的角色甲代志的顶面来荣耀主你的名。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感谢，恳求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